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这个沪指的走势就非常糟糕A 股三大指数今日集体下跌，截至收盘呢，沪指跌0.21%，深成指跌1.91%，创业板指数跌2.35%，北证指数跌3.64%，全市场成交额17960亿元，比上个交易日缩量673亿元，整个市场4100只个股下跌。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走势非常糟糕呢？第一个，沪指你看它跌的不多，但是这个金融消费者今天普遍赔个4-5个点很轻松，因为沪指它尾盘它靠这个拉这个大盘股拉这个金融股把指数拉回来一些，但是那些中小盘都在加速下跌这是它最糟糕的地方。早盘它居然高开，它今天这个成交量萎缩的不多，主要是早盘呢成交量放得大，高开完了震荡还往上走，很多散户一看牛回来了，马上又加仓又翻身杀进去，结果到了下午就开始跳水跳得很厉害，全部套住，尾盘又靠拉这个大盘股。上午为什么涨呢？是因为监管部门这个关于市值管理的指引这个规范一出这个妖股重组股中小票纷纷跳水，但是很多 A 股的央企禁股开盘是大涨，破净概念股居然出现涨停潮。这破净股都是什么股票呢？中国铁建、上汽集团、郑州银行、绿地控股、中南股份、南京新百居然涨停，这就叫一窝蜂见风就是雨。这些股票有几只股票如果经常听我节目应该很清楚，一个叫郑州银行，它是城商行里面业绩最差的最危险的，它就因为一句市值管理，所以它就能涨停。还有一个叫绿地控股，这个就简直了，绿地控股是就是已经暴雷这样的公司实际上往下发展它应该是退市，结果它能涨停。中南股份好像也是房地产股吧，南京新百你听这名字你就知道就不靠谱因为它是传统的零售嘛，商业，所以说你看都是些什么股票在涨，这些股票一涨加上一些大盘股，所以掩护了那些中小票出货，尾盘又拉那些金融股那些大块头把指数收回去。所以我说今天这个走势非常恶劣。我在上一周说了就上个周五，我认为今天它应该走个中阴线就完美了，对吧？一下跌50-60点，甚至70-80个点，直接达到3200点左右。那么明后两天震荡，它也会反弹到3300点。它这个走势就给我的感觉，或者你经常炒股的人知道，这个就是下跌中继就是保不齐明天后天来个更大的那个跌幅，因为这就是套人走势，你知道吧？对吧？现在炒股票的还要小心今天这些10月8号以后入市的这些散户十有八九又要哭爹喊娘大家可以看一个视频这是在抖音上面有一个女子不信邪，不仅冲进去炒股，而且还把自己的这个急用的钱货款、装修款全部拿进去，准备搏一把，薅一把韭菜就走。结果韭菜没薅着，反而自己手表手镯被人薅下去了。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建议大家炒股还是要拿闲钱来炒，千万不要拿货款或者什么来炒的，也不要贷款。我是拿我的货款来炒的，装修加货款还有押金那些一共有几十万，拿着这钱我进股市，然后博个装修钱。我自从买了之后它就开始往下跌嘛，我跌的我现在有点崩了之后就受不了了。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就割了，我真的跟疯了一样，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觉。首先经常看我节目的知道，就这种心态你就不适合炒股，什么看准时机捞一把就走，那10有8九你是捞不着，对吧？10有8九你会被反套在里面就像这个黄金的走势一样，这好多人呢炒黄金现在又迷糊了，是卖呢还是加仓还是不动，糊涂了吧？是见好就收呢，对吧？有人赚钱了那赶紧是跑呢还是坚持？有人已经被套了这个黄金这2周的走势吧应该是跌了10%几了。关键是特朗普这4年这黄金走势到底怎么走谁也说不清也有可能是走4年熊市跌4年都有可能是吧？美元走强黄金走弱，经济学家都说不好。炒黄金的小散现在又开始焦虑了，挣不了认知以外的钱。挣钱的时候你很滋润，但是你不知道何时是个头下车下早了吧你要埋怨自己，晚了吧又要坐电梯被套了。这个新浪证券他做了一个调查，说 A 股牛市结束了吗？11月16日记者推出一份调查，牛市结束了吗？
小调查。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大盘经过上周下跌后，29%的受访者表示本周将上涨，较上周44.41%的比例大幅下降15%。受访者情绪有所回落，持有继续区间震荡观点的人保持在38%以上。认为冲高回落的受访者比例由上周的13%上升至15%，而持有无法判断的受访者由4.6%上升至17.6%，显示出对本周市场走势的迷茫进一步增加。整体来看，大家对接下来的一周行情略带谨慎。还有13.5%的人，就是受访者认为年内上证指数在4000点及以上，持有年内点位将到达3500点的观点在增多，高达42%。数据来看相信牛市还在的观点占比近50%，而认为牛市结束了的和说不清的观点各占25%。牛市有没有结束你看龙头股就是券商，那这一轮也是券商暴涨，就是领头当然妖股之外就主要是券商。但是最近这个证券板块出现了大幅度的回调，前期的龙头股票天风证券回调已经超过10%，中信证券也出现大幅度的回调，幅度也超过10%。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中信证券、中金证券这些大的券商，他们的主要股东都在纷纷减持，对吧？这才是一个不好的信号。鉴于目前这个沪市出现明显的游资主导特征，所以这个证券时报发表文章说机构和游资、基本面和情绪、长线资金和短线资金几组对比鲜明的关键词悄然成为近期市场的关注焦点。上周 A 股发生了明显的缩量回调，尤其是一些前期强势的游资票大幅回落，近期机构重仓股的相对低迷和游资票行情此起彼伏，还引发了市场关注定价权是否已经从机构投资者转移到散户、游资等高风险偏好资金的讨论。说不可否认的是，近期市场呈现出明显的游资主导特征，多家机构在采访中认为游资行情的崛起反映出当下市场情绪和流动性大幅修复，但定价权是一个多方合力、动态平衡的过程，不能简单判断谁对市场定价。一个健康的资本市场生态需要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共生共长，长线资金和短线资金各得其所。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这个市场不能被散户主导，就是散户的比例应该在30%以下。那咱们现在是90%的散户，连机构都散户化，就是机构是个大散户，那你说这个市场怎么好得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外资机构对沪市什么态度这个外资机构又叛变了，对吧？前几天还在喊牛市来了，要对吧加大配置中国资产的这个力度。这一个周末过了这个外资机构再一次不老实，对韭菜不忠诚。这个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对中国股票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这是11月18号的叫由于持续的通货紧缩压力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给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盈利前景蒙上阴影。华尔街券商对中国股票变得更加谨慎，这叫山雨欲来风满楼叫黑云压城城欲摧这个摩根士丹利策略师将中国股票在该地区的投资评级降至小幅减持已经不是增持了，也不是持有，是要减持，你赶紧卖吧。而高盛集团则下调了民盛中国指数目标，以反映不太有利的宏观背景。你看看这么快就叛变了，这又把好的金融消费者扔在高岗上凌乱了，吹着寒风这外资机构先跑了。这是最新的预测表明，在北京于9月推出刺激措施后，他们对市场的乐观态度迅速转变。随着对政府提供更多支持前景的兴奋的消退，以及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引发对中国提高关税的担忧，民盛中国指数已从近期高点下跌约15%。摩根士丹利策略师在周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由于担心道德风险和过早过渡到福利国家，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2025年推出足够的财政刺激措施来刺激消费和住房的可能性很低。你看这家伙又叛变了这意味着未来几个月企业盈利和市场估值将面临更大的阻力。摩根士丹利预计民盛中国指数2025年底的目标点位为63点，略低于上周五收盘时的63.93点。10月份摩根士丹利曾缩减对中国的
仓位，理由是政策前景有所改善。与此同时，高盛将该指数的目标价从84下调到75，并且高盛还认为美元亚洲货币或在明年进一步走强。什么意思啊？你反过来说就是人民币在美元面前还要贬值，所以那些看着外资、国外机构这些报告炒股的，这就傻眼了，对吧？前面还说咱们进入牛市，未来还涨10%，甚至还有20%的，这回他居然下调了，变得这么快。然后这个高盛他还给咱们这个5个行业产能做了一个统计，他把这个咱们的供应能力，就产能和全球的需求相比这不是关中国，这是全球的需求和咱们的产能做个对比，得出结论是中国有5个行业产能超过全球的需求，就是咱们有5个行业开足马力生产，全球都在你这采购都买不完，就这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光伏面板，这个咱们的产能全球需求的2倍，锂离子电池是1.5倍，空调是1倍1.2倍，建筑机械也是1.2倍，还有钢铁、功率半导体等等。简单点说就是产能严重过剩。大家也清楚一旦产能过剩，你企业的利润怎么可能好得了？产能过剩，你这个行业就要出清，对吧？就很多企业要破产，不破产呢减产，要停工，那你说这个行业它利润怎么可能好得了？对吧？这几个行业里面多少上市公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老是幻想着牛市还是有点不切实际我们再看看这个胡一静老师胡一静老师最近复出有快1个月了基本不谈胡适小作文也没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许是有关方面发现，每当胡一静老师谈胡适的时候他就多少有点这个，对吧？在咱们说叫人性的光辉但是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呢，那当然是有害的，是不能容忍的，是害怕出事的，对吧？你比如说胡一静老师，他退休之前他不炒股，所以他很少犯错误，也就没有人性，只有那个什么社团性，对吧？自从他炒股之后他的人性就是稍微恢复了一些，这个苗头不太好，所以恐怕是重点关照的以后不准谈胡适。但是我还是始终认为胡一静老师总有一天要开口谈胡适这2天胡一静老师主要谈中美关系。昨天胡一静老师发了个微博，又给美方亮了一下底线，但是这回底线画得非常模糊胡一静老师这么说的他说实力是中国应对未来挑战的关键所在，它是支持中国红线的基础和屏障。你看他认为美国能突破的红线就是这个，因为这次拜登重申6不嘛，对吧？拜登又再一次保证6个不支持。这个胡一静老师认为这个拜登美国没敢突破1个中国和不支持台湾独立的公开表态，这就是没有过红线。他说中国的红线真实且严厉，稍有最后一点头脑清醒的美国政治人物都知道闯这条红线意味着什么样的代价。我只能说胡一静老师有点跟不上形势了，还在这威胁恐吓美西方对吧？还在这制造对立。这个界面新闻报道中国驻美大使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应像保护母亲河一样维护。你看看这又升级了，这很多人不知道，这中美关系再一次升级以前很多年以前应该10几年前，对吧？有人说中美关系就像夫妻关系，叫夫妻论，这不遭到很多人批判吗？很多人反对，当然了是以家头为主的这些正能量和粉红。那现在你看看母亲河一样，这不是升级了吗？以前是媳妇吗？现在是妈，这不是升级只是谁是谁的媳妇谁是谁的妈这不重要反正这个关系变了，以前是夫妻关系，现在是血缘关系，是不是更近了一层？所以你看胡一静还在制造对立，迟早又要禁言了。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美女在这个批评加头老师，我看她说的很有道理大家看一看视频有人说美国不亡世界难安，内事不决怪资本，外事不决赖老美。问大家3个问题，看看美国是不是改码了。第一个问题，1942年中缅国际物资通道被日本人控制，国际援华物资的最后一条补给线被斩断。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不惧任何困难，必须开通中国的路线。然而路上根本不可能，只能靠空中，于是开通了驼峰航线。在抗战最艰难的3年时间里，美国空运队夜以继日飞往驼峰8万次，飞行150小时，运输部队32000人，运输物资140万吨。美国为了支援我们，损失了563架运输机，牺牲了1579名飞行员。美国这算不算是多管闲事呢？第二个问题，1998年印尼排华事件。在其他国家漠视下，美国先是派出军舰威胁印尼必须采取行动制止骚乱，否则美国就要采取强制行动。同时呢，对印尼华人采取紧急引渡方案，并接收这批华人的居留。
美国这算不算是干涉内政呢？第三个问题，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以来，美国共计收养中国弃婴多达8万多名，其中很多都是残障儿童，比如说青光眼、小儿麻痹之类的，就是这些没人要的孩子，这算不算图谋不轨呢？国内总有一些专家天天在网上宣传反美，把老百姓鼓动得恨不得一提起美国就咬牙切齿。但这些专家自己又瞒着老百姓，早就跑到美国去买房，还把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你可以怀疑富人的人品，但不能怀疑他们的判断。正如易中天所说，我们与世界的距离并不是经济与物质的差距，而是思想与价值观的巨大鸿沟。不具备逻辑能力的人呢，对吧？他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是这个世界上的恶之源。这个世界之所以乱，就是因为有美国。这个正好符合迪波老人的这个言论和观点。就加藤老师啊这几年的表现来说啊，应该不仅仅是禁言了事啊，在我看来，他的问题啊，应该比大家想象的严重。最近社会上这些极端事件都跟加藤有关系，加藤在那推波助澜，对吧？加藤在那为哈马斯啊在哭丧的时候，我就说了，加藤一定要负后果，要负责任，对吧？他在鼓励这种恐怖行为，迟早要被这种行为反噬，对吧？这个世界应该越来越理性，越来越温和，大家有什么事商量。当然了，这一切不是加藤一个人所为啊，他没有这么大能量，所以他应该后面有一批人，对吧？他是跳在前台的爪牙，那后面还有人操纵，他下面还有小的爪牙，对吧？最近网上有很多大 V 啊，正能量开始宣扬战争，通过一场战争来体现中国的崛起，有好几个啊大 V 已经开始这样，这就是加藤这种言论呢发酵的结果，对吧？一旦这个形成声势，那将疑惑中国啊。这些所谓的反美斗士，在不停的刷新这个拉低网络的这个认知啊，制造冲突，制造对立。比如那个薇薇老师，他居然说啊，外资撤出中国是给中国天赐良机。如果外资越来越多，大家想一想，如果那个无锡的那个小孩在外资那儿实习，还会发生这样的惨剧吗？是外资太少了，不是太多。大家记不记得10年前富士康9连跳，知道那个是背景吗？搞得苹果啊立马到深圳，对吧？这个库克啊，苹果的高管到深圳，立马让富士康纠正。实际上就是那些年轻人呢，因为长期在那打工，然后都不能出富士康的大门，对吧？就在宿舍流水线，对吧？2.1线单调，很多人受不了，加上其他的事情，他就产生这种思想波动，然后就跳楼。这个人家都要去解决，后面就没有了。他还不是什么厂方压榨，不是什么资本压榨，但是你要在民营企业，对吧？确实啊，有很多小企业，或者是甚至有的大的民营企业，它都不正规，确实劳动法执行的不到位，对员工的关爱不够，冷冰冰的，对吧？这个也加剧了矛盾。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老是说外资撤了好，在制造外资和这个对立，你想想，对吧？特斯拉给员工加工资，那是别有用心，要打垮民族企业。你说这都是什么论调？反正外资干什么都是别有用心，所以这个制造这种对立啊，就是加藤、薇薇这些人。当然了，还是跟这个美女所说啊，缺乏逻辑，大部分人没有逻辑能力，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就会被他们忽悠着走，产生巨大的破坏力。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